去年的7月30日，今年的半夜，高雄市区沿正沙花干线气体外泄引起大爆炸，造成32人死亡，321的人强重伤。高雄气爆如果1周年呢，第一影响当中，乡亲可能也有感受到，佢当时夫妻嘛家位在起，太体上重建好嘅，路架个发的，我嘅看起来也架个新的哦。不过在面有行出伤痛嘅么，主管机关有记得一个教训。来防止安尼嘅事情再个发生么？接下来嘅气爆上线路，也嘅呢啲波头，也能会对都市嘅福建屯灾民嘅福建也两态方向向下来看啊。气爆影响过后，高雄也就都市屯灾民用来重新起航起来，高雄沙花干线嘅未来要用来处理。无限定处理气爆灾民申请补助的审查资料，让年高雄气爆持久费总管事王启峰，当主船都下忙事体就决定外出门，我去医院看一类老朋友。人来就往来代理，真的是不好意思哎。陈子怡快用上面草地平重空，去年7月31日干部其打工下班的半路空，竟然读到高雄沙花管线大爆炸。气爆意外造成家两骨团到动严重，家下半身做得讲完全无感觉嘅。第一眼系嚟为一年，本单动土里边陈子怡完全无法度接受，家拜都向外自杀。我脚不能走路，是我又不是你。你讲那么轻松，今天是我不能走路而如果今天是你不能走路，然后大小便失禁的时候，你有可能出去，然后我就3个小时就要倒1次尿，然后可能4个小时我要倒1次尿，因为我胀尿了干嘛之类的。为什么我不是被埋掉的那一个？对，为什么我要往上飞？为什么还要让我摔成重伤？为什么还要让我留一条命在这里折腾，那么痛苦干嘛？不过看到老太啲顺康无日无夜照顾，上司福建高层唔顺心，还会停电点木子。陈子怡发现，佢唔系一生人面对人生的代价。其实我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那为什么要躲在家里，让家人担心你，然后？吃不下、吞不下的，然后每天都歇斯底里的，那情绪只会更负面。走1小站就要休息了，不像正常人可以跑跑跳跳，只能撑一下下而已啦。正行一段路就流到桂城汉，不过乐观的陈子怡讲，佢亲手含有松树，做地场等天天的行工钱。高雄气爆摩托国际减减的46亿元的善款，第二个我辈的气爆现场，基隆市政府的一栋栋重新整好的，在面没障碍再高起起来，自己方面见面，运用的长做的持续来照顾亚洲灾民。因为其实在地的大多是比较希望经济好转啊，因为赔偿这方面他们也是比较不想再去追求的。那我稍微询问过几个重伤者，他们也非常的赞成啊。什么东西？把一个很大的资源投入烧烫伤重建中心的建设，计划要大到久到，当善款不再有资源去支撑这个计划的这个中心的运作的时候，这个中心就算就此废掉，你都不觉得可惜。气爆对高雄面对蔡天人造成东南天平体的重创，后续为福建韩国苏上路重样样的。不过有一道从陈子怡安内里嘅，希望大帮自家经验，用文人族嘅乐观精神，鼓励汉那当人老危机变做转机。下个新闻已经有请做高雄报道。